巴哈歐拉獻身於服務貧困嘅人，同當時貴族嘅態度相比，可以話係有天淵之別。巴哈歐拉後嚟用童年嗰陣發生嘅故事，顯示咗物質嘅世界同埋財富，佢哋都只係暫時性嘅本質。巴哈歐拉講述喺孩童時期喺兄長嘅婚禮度，欣賞咗一場精心編排嘅木偶戲。咁好快，啲小木偶開始喐嚟喐去。之後有個小木偶就宣布陛下駕到，準備王座。跟住國王終於出場啦。佢睇起上嚟好尊貴同埋好高傲。佢頭上嘅皇冠金光閃閃，號角同禮炮聲齊響。突然之間，個帳篷煙霧瀰漫，乜嘢都睇唔到。木偶戲完咗，20分鐘之後，有個人喺帳篷後面行出嚟，拎住一個好細嘅盒。巴哈歐拉叫停呢個人，然後問呢個係咩盒嚟㗎？嗰個人話：你所見到嘅一切，王子、國王，仲有朝臣，而家全部都鎖喺個盒度。巴哈歐拉呢個故事係幫助令我哋明白到肉體存在嘅真正目的。冇幾耐，呢啲華麗嘅外表，呢啲炫耀嘅財富，俗世嘅虛榮，呢一啲傲慢自負嘅人靈，最終將會全部歸於墳墓，好似裝落個盒裏邊咁。因此，凡具洞見者，都應將目光專注於永恆之境。巴哈歐拉呢個故事說明咗俗世嘅生命喺一轉眼就消逝，俗世中並冇事物係永恆嘅，人類嘅實質都係一樣。我哋物質嘅肉體生存於世，並會消逝死亡，但係我哋擁有靈魂，係嚟自上帝，靈魂係永恆，就算肉體死亡，靈魂依然存在。巴哈歐拉教導我哋，上帝賜俾我哋每個人嘅靈魂都係慈悲嘅，正義同寬恕呢啲特質嘅屬性。上帝創造我哋生來係高貴嘅，而每個人都有能力反映出呢啲係嚟自上帝嘅特質。巴哈歐拉話：你生來高貴，而卻自我貶抑，挺身以實現你受造生的目的吧。人被創造嘅目的係要獻身去改善社會，要推進人類嘅文明。所以要實現呢個目的，首先係要認知到人類係高貴嘅靈魂，係高貴嘅生靈。當我哋理解我哋嘅靈魂都係以上帝嘅形象做出嚟，我哋每次同人相遇，最重要嘅唔係睇其他人皮膚嘅顏色或者係佢嘅性別，而係要睇佢嘅靈魂。我哋透過靈魂可以互相理解，亦都知我哋係一體嘅。